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1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灿苏专做中度风台，今麦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明仔载全台拢会落雨，北部甲东北部可能会落大水雨。今仔日有5例境外无本土病例，幼稚园捐助案的工人翁仔某确定是患着 Delta， 目前几个案有20例拢是患着 Delta 病毒。英国媒体报道讲，美国正在考虑把咱台湾的驻美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不过咱外交部甲美国白宫拢无正面回应。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年第14号风台灿苏直接扫对台湾来。虽然气象局表示灿苏已经对强烈风台转做中度风台，不过要是要注意这个风台雨可能会落甲真猛。全台湾即马嘛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因为风台愈来愈晚，明仔载各地头也拢会落雨，北部甲东北部可能会落大水雨，提醒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另外，台东县为下晡开始到明仔载拢停班停课。屏东县、大家乡镇甲花莲县永安嘛拢停止上班上课。家长穿着雨衫，也是夹雨伞，徛伫个学校门口等待，因为县府11早起临时宣布，下晡全县市停班停课。很不方便啊！疫情来超过10个人，塞得满满，我们也不敢开车来。的确，光转进来就有问题。你主管机关单位是看着气象的资讯是来判断。家长现在是临时请假出来的，因为他还是11点就通知的啊。虽有家长感觉讲通知的时间无算慢，但过也袂少家长认讲实在是伤过临时啊。上班到一半也要先请假来接囡仔。气象局的台风的预测资料它是评估说下午大概傍晚之后，我们的风力会逐渐达到停班课的标准，所以县长就考量到我们学童要放学，然后民众返家的安全。虽然灿苏减到真济中度风台，也过全台湾各地区拢落入陆上的警报范围。花莲县在暗时全面来停班停课，屏东县的牡丹乡、满洲乡这6个乡镇暗时停班停课。交通方面，大体部分列车正常开，东部干线部分路段停开，并且看风雨情况来处理。另外，高铁即阵全线是正常来营运。航港局指出，在伊包含归人到马祖、南港到东引在内，总共7个航线、46项次停航。另外，民航局也取消国内超过40架次航班。灿苏风台来势真凶猛，而且结果真杂白。气象局也提醒民众袂使来放松，必须要做好万全的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灿苏渐渐扫入来东南部，南苏嘛开始落大水雨。毋但溪水变错漏，阁因为船帮停驶，有3游客掉伫遐袂当转来。若花莲地区一寡乡镇为下晡3点开始，针对高淹水甲可能发生水崩山的地区，拢提早甲民众撤离。野溪溪仔水涨起来，黄色土水对顶面一直流落来。灿苏风台即要来啊！南苏红头村下晡开始出现路大雨情形，风影明显来增强。这3游客因为海运全面来停开，滞留伫南苏，倒位拢无倒去。即阵只好等风台过去。很荣幸第一次来就遇到6年来最强的台风。对，浪很大，觉得自己很渺小。当台湾沿海下晡出现一阵的大影，花莲盐寮渔港，因看到渔民已经把竹牌拢扭上花，并且甲固定好。另外，南苏游客无法度离开，花莲凤林甲吉安乡部分地区的民众是被安排去较安全的所在。保障各位的生命安全，我们将进行预防性撤离。下晡2点开始，吉安乡工作人员来到较淹水的员工社区，也有溪仔水较流过所在，通知民众爱撤离。有计有355人爱暂时来离开，到庙市来安置。乡长讲一定爱伫个天暗进前完成这个工作。会愿意配合撤村嘛？对不对？有这么严重？非常大，目前是中度台风了。5点以前要把整个所有的安置撤离的工作来完成。安置区域呢，我们选择了慈惠堂最新的膳房那已经准备完成。宜兰的沿海下晡虽然还未出现大雨情形，不过海涌变真大，游艇甲渔船早就已经拢入港了。乌石港有船头家调工过来顺一摆，船员也拢确保有甲水啊，拢甲伊绑好载、绑好安。是哦，所以拢绑好势了对吧？基本大家给绑好了。阵阵大影一直拍来，冲向岸边的肉粽角，
晚暗头啊，台东的富公渔港出现滚啊笑悬的大影，随着灿数风台愈来愈晚近，风影是愈来愈大。当台湾的民众正伫严加准备，希望及早做好这个防范，真可能来降低伤害。记者综合报道。灿数风台的暴风箍啊，今仔日下晡已经甲规个恒春半岛拢砍掉咧。海边啊，毋但起大影，雨嘛是一阵一阵。因为风台落草往北边扫，屏东山区嘛开始落雨。县府先撤离来义乡3个庄148人。另外，高雄桃湾区进前因为有大水河冲断明北去路桥，变道伫下晡嘛先封起来啊。过道了后，垦丁满洲烟花开始出现灯影。规工垦丁宣布全面封闭禁止落水，海巡警员不时巡逻戒备。随着灿数风台路线北行，无雨款渐渐打到规个恒春半岛，风雨也比早起明显增强。也拄到补班补课日，家长南雨来接囡仔下课。屏东山区也为下昼出现热雨，民众载着简单的行李准备落山。村长甲警方也南部前往抗议居民，因为县府根据气象资料研判，入夜了后风雨将加强。来义乡来义村、义林村甲中丹村148人下昼2点进前执行游行抗议，下晝5点进行强制撤离。下午2点，大概就要发布撤村，就是撤离这个村庄，然后5点他们就会做一个强制的。这个时间就是让他们回来能够整理东西啊。没有上去就没有下来了吗？管制人员提醒，变道将进行有风险封闭。高雄桃园区进前因为大雨，风冲害明北去路桥。虽然变道抢修了后开放通车，也毋过也受到风台影响，雨量有高将达到400毫米。居民赶紧加强补强帮下，支付价钱变牛3礼拜。明北路桥变道将于今天9月11号。下午1点半实施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于9月14号早上7点开放通行。明北屈路桥暗讲变道为11下昼有风险封闭3天，灿数风台来个真凶，全台加强戒备，谨慎对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这几天啊，社区群聚感染事件，互民众拢真紧张。不过今仔日本土病例总算阁是零确诊，有5例带病入境，无死亡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可能会阁有一寡本土个案，不过目前也是有甲疫情控制掉。另外，讲到新北幼稚园群聚感染案，其中台北的工人阿个某，即马是确定是患着 Delta 病毒株。目前幼稚园群聚案验出有20例，拢是感染到 Delta 病毒。Delta 病毒侵入社区，引发新一波的本土疫情。不过，疫情指挥中心11新增加病例数，本土是0确诊、0死亡。不过，以往5例是境外移入的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讲，疫情在可控制范围内。桃园的这个案子，两边都2采都已经阴性，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这个幼儿园现在验了2/3，那都是阴性的，相对的是比较安全，不过仍然需要观察。另外，新北幼儿园互相烧坏案件拖到社区，侪囡仔甲家长以及双方的工人以及社区，同一栋的住户拢先后去挖着。专案总计有27人挖着，其中北去社区台北市的双方的工人阿某2个人也确诊，经定数结果公布确定是Delta的变异株。这阵幼儿园互相烧坏案件总计20例是挖着Delta病毒。另外列出2984名接触者，其中2001人阴性，22人阳性，也有961人伫检验。装修工人以及他的太太，检验定序出来都是 Delta， 所以我们再增加2个 Delta 的个案这样。不过社区内底爱滋爸爸互怀疑是几个互相烧坏案件的源头，最近伊会家跳出来讲，认为一家人拢有遵守这个防疫，可是一直互人指责是感觉真不满。请大家不要猎污了哈，那只是造成这个在疫情调查上的一个困难，对整个疫情的厘清并没有帮助，或者防疫上面也没有帮助。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第9轮 BNT 甲高端疫苗有约注射时间，开放对象包含18到22岁、65岁以上民众，也有40岁以上第9类注射头一剂 BNT 疫苗，也有满4礼拜以上注射高端第2剂疫苗人，有加9月20开放预约，9月25开始注射。
高端疫苗是9月30注射，不过政府目的疫苗一直都无消息，到即阵依然等无第二剂，是毋是有机会再做 BNT 疫苗？专家咨询小组的廖一鸣张上顺表示，虽然这2种疫苗拢属有 mRNA 疫苗，不过即阵依然无有够科学证据。ACIP 工作小组拜六有对这个案件做初步讨论，会参考国外规范甲国内疫情的情况，才决定是毋是使男主无同的品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松山区初九有高中生确诊，即马基因定数确定是为着阿法病毒株，毋是 Delta。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飞机算是暂时解除，目前考900多人采检拢是阴性，毋免居家隔离学生，后礼拜一就要回去好好上课。台北市松山区某一间高中顶日传出1名学生确诊，引起烦恼的，就惊是 Delta 病毒感染扩大，也毋过基因定数结果才一出来，学生确认是感染进前流行的阿法。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这名个案 PCR、CT 值超过30，传染力不悬。抗体表现来看，恐惊是至少2-3礼拜前的感染是旧案例，规机算是暂时解除。但是一般来讲，这个叫残阳，就是说他很久以前感染，他只是一直没有 PCR 没有转阴，你知道哈，他会感染别人的基源地，这个就危机解除一大半。松山这间高中生的案例已经扩大扩列，海检920人，包括学生家长等，目前904人是阴性，因为并不是 Delta 病毒，所以较为一般管制方式，不是伫厝隔离学生，后礼拜一都爱回去好好上课。也就是预防性隔离跟预防性停课的部分，我们从现在开始取消。一般他的同学没有同班的同学，目前为止他取消以后，他们礼拜一就可以复课。台北市未来有确诊者出现，拢会先以疑似Delta来处理，了后才修正降低关制。另外，也公布确诊患者，捌坐过652公车、民生干线，加去目沙市场。另外，新北市71无增加讲，爱新北市长侯友宜继续鼓励民众体检。我们继续筛检，阻断隐形传播链。11是补课日，新北市表示有6915名学生穿防疫假，其中医幼儿园4534人上侪，另外增加3号139人有风停课，是甲台北市校园案例有关系。卫生主管机关的疫调及通知来办理。那今天有3校139生进行预防性的停课。防疫重要关头，新北市明德高中初10暗，却组织400多名师生伫校内场馆看电影，违反防疫规定。教育局决议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开罚6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有英国媒体报道讲，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甲咱台湾的驻美国代表处直接改名做台湾代表处。外交部长吴钊燮甲国安会秘书长佮特别去美国讨论这件代志。那咱外交部甲美国白宫是拢无正面回应，不过美国国务院有强调讲，对台湾的支持未改变。英国金融时报伫咧初10独家报道，美国政府正伫咧考虑将台湾伫咧美国的代表机构，自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号做台湾代表处。为了这件代志，美国的资深官员昨嘛正伫咧甲咱的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甲外交部长吴钊燮伫马里兰州举行特殊讲道的对话，这代表拜登团队第一遍甲台湾的高层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外交部我们对这报道没有评论。全面强化以及提升台美关系，一直是我们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to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 would have to check with our team on this issue. Go ahead. 美国白宫无证实，国务院是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坚定。报道是讲，改名计划有得到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的支持，不过目前是也无做决定。这样内情的人士讲，早伫咧川普政府结束的时阵，咱政府就向美国讨论改名的代志。伫3月份的时阵，就已经向拜登政府提出正式的要求。这个可能会是大家讨论时间比较长久，跟甚至有做过很充分意见交流的一个看法。台湾人的代表处本来就叫台湾代表处，符合事实，方便辨识，容易区隔。我们很感谢相关国家都往这边发展。如果自美国代表处改名号做台湾，将会是台美断交以来双方关系上具象征意义的进展，也可能影响目前紧张的中美加两岸关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就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以免严重损害中美的关系加台海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全球真侪国家拢传出火烧山，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已经烧掉大约120万公顷的山林。那西班牙南部的火烧山，地属有一个消防员不幸过往，而且直直冲出来乌烟，和空气是更较高对流，大火恐惊是会愈烧愈猛。直升机自火场的顶头飞过，协助拍森林野火。地面的消防员有的是一个拍火，有的是开防火巷，要甲火挡落来，莫阁团火。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森林野火已经烧真久啊！西班牙这场上新的野火烧掉的林地面积有到3600公顷。和气象专家更加担心的是，森林野火抑个高根形成所谓的火积云，伊会形成强烈的气流，可能和森林野火更加严重。也过有一寡外地游客伫咧烟甲山之间摕手机翕相，和边仔消防员看了也毋知讲啥较好。另外来看南半球，玻利维亚甲秘鲁的森林野火灾情也真严重。伫瓦群内陆的山区，规大片的草坡甲灌木丛导火。秘鲁的庄卡因为消防资源较欠缺，民众只好家己灌水桶渗水来拍火。Ya casi en su totalidad el cerro está quemándose y nosotros queremos indagar a las autoridades que se pongan cartas en el asunto. 同款情形也出现伫咧玻利维亚，由原动物园住民部落的妻子塔尼亚，因为所在较偏僻，玻利维亚政府动用军用的运输机运输救灾物资到当地，和当地民众使用。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镜头转来国内，新竹县市甲苗栗县针对合并新做直辖市的提案，今仔日开会做伙讨论。不过，新竹市长林志坚是讲已经有安排其他行程，无法度参加。那其他的人对林志坚提出合并的想法甲时间点，拢有质疑。南边的归到台中去，北边的头份竹南归来大新竹。这种话既然能够讲得出来，我真的是很佩服他。请林市长来参加，说明升格的理念和具体的做法，否则如何让我们大家来支持呢？会议才拄开始，苗栗县长就开炮，认为合并不应该将苗栗排除在外。新竹市长林志坚除了表示，因为有别项行程无法度来参加，对合并做出回应。合并升格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转弯那我也感到相当的不解那到底是不是受到党很大的一个压力，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导致于杨县长这个政策大转弯这场会议也邀请竹竹苗地区的立委做伙讨论。立委表示，合并升格一定要全盘考虑，做好配套措施。最主要要让民众了解说合并之后到底对民众有什么帮助。他任期届满了，到第7年的时候，他忽然想到说，那来提这个县市合并，以后可以再继续参选。对于执政党想为特定人士量身定做、因人设事，违背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大家共同谴责。针对合并升格会议结论，各界也是有无同款的意见。杨文科表示，会搁请新竹市长林志坚提出实际的做法，三县市再过来讨论。记者陈文和新竹报道。都惊灿树风台会透大风、上大雨，造成农业的损失。农委会即马推动农业保险政策，希望增加农民的保障。今仔日农业保险基金办公室也正式揭牌。中央也打算要开100亿的预算，让国内农保制度更加集中。强风大雨带来严重的农业灾损，农民也交保费替农产品投保，得当摕到比政府救助较好的保险理赔金额。目前市面上有25品项38张保单，不过农业看天食饭，为着无爱让这个产险公司承担伤过悬的风险，政府依法成立农业保险基金，打算要投入100亿来承接商业保险所有的风险。好比说发挥一个大树的功能危险均化的功能，那这样子来讲更容易让我们的制度长期永续的经营发展。
会知影基金办公室挂牌见证农业保险的新里程碑。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指出，基金承接民间产险公司的风险了后，阁会当到国际市场再保，分摊风险。目前农业保险覆盖率超过23%，但主委发下核武，表示明年会当追上日本的水准。明年的水稻收入保险全面实施之后，我们的覆盖率可以到达40%，我们会很快的就追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农业保险法今年正式施行上路，农保基金已经协助推动家畜保险、金蕉甲适客收益保险，每年嘛会开办赤爱收益保险。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农委会推动农业保险，作为气候变迁重要的调适方式之一，希望来稳定农民的收入。记者林文周良上台北报道。灿苏风台扫来台湾，不过下晡时啊，家人煞要有民众走去看海影，海巡人员嘛伫现场提醒民众着爱细致。气象局表示，虽然灿苏伫下晡已经转做中度风台，不过明仔载各地头受到风台影响，拢会落雨，提醒观众朋友嘛是爱注意。海影拍伫北岸，海水喷甲比人搁较悬。11下晡伫基隆雕庆公园，虽讲无啥雨，但是风已经真透。现场海巡人员嘛提醒民众爱保持距离，就趁着台风之前赶快来看一下，不然明天可能要待在家一整天。如果真的风雨大的话，我们就当然讲，风雨大就不会再靠近过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南部沿海地区都已经观测到长浪的现象。东方海面北上的过程中，像东部的整个海面，还有北部海面，在未来的时间，风浪也会明显的增强。风台灿苏估计拜六暗时开始更加明显影响北部地区，明仔载规天全台拢有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地方下雨以外，在山区以及西部有些地方也渐渐开始下雨，甚至到星期天，除了我们今天已经在下雨的地区，连西半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也都会下雨。灿苏风台下晡已经减弱，加做中度风台。不过气象局提醒，灿苏风台的结果是真十北，也是要注意大烟甲风雨。记者郭国军、郑派文家人台北报道。灿苏风台的暴风圈啊，今仔下晡已经扫入来恒春半岛，海边啊开始起大影，往来东港甲小琉球的东路线。本地拜六规天停驶，不过有业者趁透早天气还未变歹，就加开船帮，互袂少民众赶紧坐船返来东港。另外，嘛有农民是赶紧采收芭乐，减少损失。满洲的海边，海影一波搁一波，而且愈来愈悬。灿苏风台顶部已经接触恒春半岛，海边开始出现风雨。加在东流线的船也会当开，对小琉球来的船靠岸，就看到袂少民众赶行李落船，因为风台的关系，真侪人拢是提早返来东港。提早回来，因为是台风，对台风天的关系，这是加开的船班。本来今天要去浮潜的，现在没有了。本来今天是要停航的，那么因为实测风力允许的状况，我们希望把滞留在琉球的旅客能够运回来，所以今天加开3个航次。因为顶部海上风力二级，海影关度则一米半，东流线拜六临时加开船班，让民众赶紧返来本岛。另外，潮州嘛有农民趁还未落大雨，赶紧采收树顶的芭乐，减少损失啦，因为风雨多大不知道，那也就做万全的准备这样。那芭乐爱赶紧采收，遮山野的树栽嘛爱加强固定，莫互大风吹倒。大雨还未来进前，县府已经载来真侪太空包，甲零落大排报环的破空补起来。顶头风台溪水冲破报环，害附近的道路甲田园拢淹水。这摆水利处有做准备，全面警戒。记者陈家文来为做屏东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中部地区26度到31度，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
华岛地区26度到34度。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接落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做回来看台湾的10位医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